屬狗嘅朋友，2026馬年可以用4個字形容：才華洋溢。因為你同太歲三合，仲有一粒藝術家專屬嘅華蓋星入命。華蓋星代表才華、藝術、靈感。無論你係做設計、諗計仔、寫嘢定係用腦，今年靈感大爆發。加埋三台星代表步步高升。只要你肯 show 你嘅才華，職位同收入就會好似行樓梯咁一級一級上。唔記得你係三合太歲，即係話你有好好嘅觀眾緣同貴人運。你嘅才華有人識欣賞，你嘅作品有人肯埋單，呢個係將名氣變現嘅最佳時機。不過藝術家通常都係孤獨嘅，華蓋容易令你覺得其他人喺度拖後腳，變得孤芳自賞。呢個時候空星五鬼就會乘虛而入，令你疑神疑鬼，覺得朋友想害你，合作夥伴唔老實，結果將好不容易建立嘅人脈通通推開晒。五鬼加埋官符，容易因為合約細節睇唔清，或者因為猜疑而引發官司糾紛。簽名之前千祈要揾專業人士幫下眼。醒你一句，唔好做孤獨嘅天才，善用三合貴人嘅力量，你嘅舞台會更大。下一集同大家講講2026年紫微龍德兩大帝星降臨，運勢強到不得了嘅生肖豬。我係吳富容，專業研究數字能量，亦都係數據形象力創辦人。